伫去年过身的中华诗人林兴泰，伊是台湾下几件世代作家代表。伊创作超过100字留真侪珍贵文学作品，一世人对台湾的新诗的推动有深远的影响。为了纪念林兴泰，这中华县政府伫咧八卦山文学步道设立林兴泰纪念诗亭，感谢伊对台湾文学的贡献。 去年过身的中华诗人林兴泰是台湾下几件世代的作家代表，一生对台湾新诗的推动有真深的影响。为着纪念林兴泰诗人过往1周年，中华县政府伫八卦山文学步道设立林兴泰的纪念诗亭，伫13节港举办结拜仪式。 以前嘛是住伫八卦山吼，所以八卦山对伊来讲是真特别的所在啊，所以伊一世人拢伫中华，所以就是这是伊的诗作吼，伊的创作上重要的灵感的来源。那林兴泰老师出生在1920年彰化的一个北斗。 那他曾经经历过语言的一个转变哦，变成台湾文坛中非常重要的跨语世代的一个作家。 林兴泰细汉接受日本教育，日本战败了后，台湾和国民政府接收，伊的作品经历过语言加文化转变。捌访问过林兴泰作家康元表示，老师讲过，上遗憾的是无用母语写诗，康元嘛特别用台语现代诗的创作来悼念林兴泰。日记是其台湾人的喙齿，和武士官战斗，国民政府用普通的话对比咱的母语，你讲。 一世人上遗憾，无法度用家己的标语写诗。所以我伫首诗内底，就是咧描写着伊有细汉啊，编历史书啊，甲做现代诗的即个运动，像讲伊要哪甲咱台湾现代诗甲现代主义结做伙，所以是本土性甲现代性并无冲突哈。 林兴泰的文学作品用现代诗来连接本土价值，表达出对台湾土地甲人民的感情。中华县立图书馆嘛规划林兴泰老师的主题册展，为现在开始展出到11月底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